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高山一间木造的家厝啊，半暝3点外火烧厝，这个厝边隔壁听到爆炸声，惊精神，赶紧来逃生。65岁男厝主全身有20%，2度来受伤，目前状况稳定。初步调查，这个导火点应该是停伫个徛街头前，当咧充电的电动机车。卖电动机车的这个头家讲，这种电动机车一般充电4点钟都会充饱，千万唔通充过头，或者是透暝来充电。另外嘛，爱定期进场来保养，电池嘛唔通家己拆掉来改装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到类似的意外来发生。大火烧甲真严，规间茶房拢烧起来，消防人员赶到下巷仔内底，用水线拍火。厝边隔壁咧困的时阵，听到爆炸声音，紧走出来，刚看到头前的厝已经起火吞落去。我厝了足严的啊！迄张车遐唔知啥货哦，一直存在咧放炮啊，一直噗噗，足大声呢。高雄高山这个巷仔内底，半暝3点外，这间2楼铁片仔家头起的厝发生火灾，火烧甲真严，加在查甫厝主家己走出来，不过规身躯有20%的2度烧烫伤。导火原因伫大，消防单位初步调查，敢若就是门口这台电动机车。不过我们是疑似在前的一辆电动机车起火。电动机车真普遍，路的拢看会到，不过起来时阵除了爱定期保养，还有几点爱注意。你如果车子保电的话，你一天骑个10公里，差不多4小时就充饱了。按充电器是最好直接插头，不要经过延长线。充收久，若电池中大、温度收悬，都可能会导火。提醒民众上好伫咧咱看会到的所在，替电动机车充电，莫伫咧困的时阵充，较袂发生意外。